如此有业，先认罪。主席现在做天官，后有苗今年几岁了？我儿也是8岁。不知娶了哪家亲戚？刚离婚配。小弟有一日难言其词。你我志愿相交，不枉这夜相告。小弟年已奔放，14余，今年28岁，尚未许人。应配与令郎为妻，不是英雄一相思恨。向我家道亲我，岂管高攀呐！英兄谦虚了，是故家女失家婿，令郎平有境遇，生家婿，英兄不必佩切。既蒙年兄弟，小弟官不聪明，至于平静吗？平静就以此言为凭，你我一言为定，你我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哎呀，儿啦，快来拜见岳武大人。岳武在上，手续拜见，也许怕了。故爹，是儿，快来见顾美婿。是，见顾美婿就休。故爹，晓得家有要事告知了。是儿，既有要事，那你就快回去吧。是。郑秀兄，华英兄，我几位亲家离开隔壁村夫才是啊，该成亲家了。亲哦，亲家，亲家，亲哦。还要夫人啊！李英兄，你叫他的铁兵小弟许配我儿，你要改变称呼了哇！可是要给份亲家公亲家母嘞。阿玲啊，快去见顾岳母。岳母在上，手续拜见。了。亲家，每当拜的酒宴，亲家请。我有一表妹名叫李秀英，我早就想娶她为妻，谁知故地竟向她许王爷之子黄月令，请你别来相顾办法，我定要把表妹带了回来。哎呀，
朱公子啊，这丧事有些为难我，想那李府千金，接着就要出嫁，老身我还是不娘你。哎呀，这丧事有些为难，有些为难我。这种事，难道你什么都还没有办法吗？办法嘛，倒是有个，不过嘛。夫人之后话语从来。若灵
是什么？哦，原来是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测，想顾文玉那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也是有错。他有表兄之命，只有青梅竹马兄妹情重义厚，又以真情一笔真情上为心的，这块月老青梅恩爱共结8岁。那要是地震元年命令配乱罪，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地方去？要说一次了，要是你女断此命的意难断，怎么送为自己莫以为门举事？你是需以连征800连征。好气我让兵听我去你们对着他们三步摆中下去我在与他去争吵，这就是算样锁门定啊！当兵兵长李娘家。
眼底之上就自从我阿玲跑进媳妇，哎呦咯，她不是越想越开心了。那个媳妇姑娘是有色有貌，有道有理，进门的辰光啦，肤色脸红脏，就是连俺老爷的国运他来在了。现在俺亲家公金口一开，俺个老爷上京做官去在，有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了。呀，刚刚过去的好像是我孙媳妇房里的丞相嘛。丞相，丞相，传起老夫人，上对，丞相啊，老夫人都要问问侬子。老夫人，你要问我什么？小家对姑爷好吧？小姐对姑爷嘛，当是我好的喽。干嘛姑爷对小家呢？姑爷对小姐嘛。这个屋头腾腾出出阴阳怪气的，到底好不好了？老夫人，不是我丞相不论是非，要说姑爷对小姐嘛，可是不大好呢。什么那好？跟哪个啦？自从分婚以来，姑爷他我没有当过儿女。哦哟，听丞相来动工，你那小夫妻两家头还没动过房吗？哎呦，阿玲啊，阿玲哎，侬真正的那昏头在了。丞相啊，等我叫伊出来。老夫人，此话我是不管去的了。侬为啥不去啊？哎呀，老夫人你不知道。放心，我到书房去请他，我还没有说几句话，他就马请我来了。要是我再到书房去请他，说不定他还要耽误你。哦哟，你还要耽误啊？这个小畜生，这对他干凶啊！好个，让我自家去叫伊。阿玲，阿玲。拜见母亲。好了，阿玲啊，侬那书房里想做啥啦？在书房嘛读书啊。阿玲啊，根本夜里读书，夜里读啥个书啦？去，把新闻给去。读书要紧，读书，读本龙个头。哎呀，
母亲到新门去，不去。那我真的不去，还是嘎嘎不去了？不去就是不去。那我真的不去嘛？丞相啊，等我拿着去。不，侬了娘个面对我个样子凶啊！好个，今早看着侬凶还是我凶？丞相，老夫人开口侬动手，等我这一拖着去啊！有母亲有夫不责定，母亲。小姐，老夫的一副夜长儿来了，快快有请。弟母拜见伯伯。小豆娘，起来！啊！阿玲啊，来，快上去接过礼啊！接过礼啊！对不对呢？阿玲是个死豆豆，不懂道理个啊！有啥个事情，困在阿婆个面子上下，不要动气啊！真的不走了，阿婆要回去困觉去了。媳妇送过。不送，走动。来，做啥？送母亲。哎呦，不要弄送侬叫我做母亲，个小畜生，可不比我过了外夸了，给我关这个门。母亲，你关门可不要让输啊！这个小畜生倒是提醒我的了啊！伊叫我不要上书，我偏偏这一书。今朝小夫妻两家头一定会得和睦同在，老太婆还要下去困觉去了。母亲娘啊！娘亲不知儿辛苦，儿要一命难测去。此日一代断城外，你望两家俱进去。此今日弟弟到京城去，无人阻止我难撤退。我虽有千般委屈相随，所以只有万万冤家心头。姑爷，那本书来，是。小子眼神记得多，给人家鸳鸯结就尽欢喜，我若令去
举妻不正锁门啊铃，家长真经一忘住，我面对前人就生气，倒不如上前将他问，不必与他多自卑，要紧丫鬟不理他，无奈初登妻家到底。奈恼他厌恶秀英容貌丑，无奈与他才郎才成婚，难道他厌恶被家壮年少？难道他淋雨一动身？去问转莫非是我离家有事来得待，我的娘安排婚事千周密，莫非是怪我秀英离不走在那婆婆面前，失了道理，莫非是丞相一女来得待，害得你光人真怒气。
师傅拜见婆婆，拜见我。好了，上阵，哈哈哈哈！这五度娘啊，那娘有手巾来着，能到拆开来看一看啊。婆婆，书信里给请官人查看。哎呦，到底是上叔父个千金了，个清清楚楚都懂道理了哎。好个，阿玲啊，那有没有手巾来着？能到拆开来看一看？不要看。哎呦，这两个不能都是今年数，弄到了两个年才把起嘎子来的。弄不快算账，我为了叫税务度娘去快我。哎，税务度娘，阿玲不快，我自家看好东西嘛，有啥个事情阿父做主，侬看。婆婆，心中别无他事，只是今日乃是媳妇满月之期，我母亲要官人与我同去迎接。老太不真是混头子了！哎呀，好个，阿玲啊，媳妇度娘到里面换换衣裳，走轿子，马上动身。不去，那为啥不去了？哦，是怎么有孙子不去啊？丞相，快去往中饭相传拿来。这不是你个孙子倒是要紧的。婆婆，哎，好个，来，抱去。孙子最好，快对国中派去。哎呀，侬这个无错上了侬哈！侬刚好个一部孙子，把侬插得来把马分碎了。侬发气啊！侬不去转债，我为了叫税务度娘一个人回去吧。侬发气，税务度娘，阿玲花回去，侬一个人回去好点啊。婆婆啊，既是官人不去，那媳妇我也不去了。税务度娘啊，那娘只有侬一个宝贝阿妹，侬不回去，搿伊要不放心个。那他不做主，侬回去，自个半年再回来好点啊。谁过？哎呦，这个屋里有侬当家在了啊！轮不得侬做主，侬叫税务度娘非要回去啊，我偏偏叫伊回去。哎，税务度娘，侬回去好点啊，不要紧了，阿婆做主，侬回去自个半年再回来好点啊，不要紧了，不要担心的啊。哎呀，妻子，我就认为这娘家终于是有一百岁。哎呀，这，我是不道理。
启禀夫人，小弟回来了。哦，快快有请。有请小弟。为娘心中写的明白，要你们夫妻同类，为何不见言许？母亲，反正他一动藏好友为文去了，故而没有来。为文去了啊！他要我在母亲面前得为门外告罪，这也难怪。孩儿啊，来，快坐下，坐下。孩儿啊，一夜不见，你谁度了？母亲，好，今日你为得家来，为娘心中十分高兴。我已配好酒宴，你我母女同饮几杯。是，丫鬟宽酒上来，宽酒上来。也该同饮几杯，不必夫人。秀英孩儿啊，母亲，今日我儿为家来，家当下心。你在家之日也能一人几杯，怎么今日连夜飞都不应你？母亲，女儿不想应记，不想应记，莫非是王家门的？想
来错配。母亲啊，女儿不知冷冷的，娘亲你休要不理睬。莫不是婆婆与你还不来，我还藏许多真爱。婆婆为人恨我爱，她的女儿自动精神一不爱。我不是为娘陪家长年少，我还脸上烧光彩。母亲啊，女儿家长乱郎见，48岁的大妹，我不是为娘没有来看你，从今儿我三才五十，为娘亲自团圆来。母亲，这倒不必，不必。儿啊，来，快饮酒。难道是你夫妻手烧恩爱？我们是隐隐相随，不分开。恩爱最好，恩爱最好。很香，我来问你，老夫人太神可好？老夫人太神十分好，那么姑爷你姑爷他怎么一无既然是此，那小姐的脸容为何是此消瘦呢？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饮食不便，曲居不惯的人。饮食不便，曲居不惯。儿啊，现在你回到家来，就在为娘身边独自寄人，一切由为娘亲自照料。你也该好好养些身子哦。是儿啊，今晚就为娘弄他，我要与你谈谈家长你。启禀夫人，姑爷有书信一封。要小姐亲自查看。儿啊，小女今日刚回娘家，也许怎么就书信来了？母亲用女儿查住快
也许苏醒到来，为了何事啊？母亲，官人苏醒到来，非为别事，只因步步年迈，无人之母，官人读书要我做官，故而要女儿随家回去。哎，想你今日刚回娘家，多在几月，少在半月，哪有再叫委屈的道理？母亲，哈哈哈！待为娘细说一封，叫延续前来通知，也就是了。母亲母亲，官人有书信到来，想必家有天有要事，你今日放女儿回去，女儿我该得再来侍奉娘亲。儿啊，想你家到王家只有1月，难道是在你不家没有我娘家了么？因比女儿不孝顺，独自为端人在家我等，我夫妻共作伴，我送堂的做证，他的心家的女儿为做娘家要自己月秀英啊，你就是三百50公配你，陪我为娘自己人，我亲自送儿回家门。母亲。只要再叫委屈的道理，母亲也罢。为娘子留的子一笑，明着我一早送儿转家门。母亲，儿母亲。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何必再要女儿死说一笑你？什么？为娘我留你一笑都累不死了，女儿今日不会这个夫妻手。什么？为娘我留你一笑，只要害你夫妻手。我此次下来，你一定要委屈。倘若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难道你让人委屈不成吗？母亲，
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不知道，自从你嫁到王家，把为娘想得好苦。家后，娘在家中人亲啊亲，好容易盼到我儿满月归，指望从去莫娘亲。谁知你代代丈夫日是好，代代为娘人谁不留你笑，不留公事啊，叫娘痛。为娘我死了半天，你万事要委屈我，要委屈，丞相大你要委屈，你就委屈吧。平时为娘当初不生，当初不要，你委屈吧。母亲，这都是女儿的不孝，母亲请上，女儿拜对。
家既身处荒岛，想必在王家虽然委屈。秀英，儿啊！身旁我儿早不行，明日团圆走一程。秀英，儿啊！叫侬同三婆姑娘一道回娘家去，侬不去就算在。为啥下信又叫伊回来？搿伊回来侬又不肯上楼，搿到底是为啥？来，不要动！丞相，丞相！老夫人这些啊，告诉小姐不要来追啊！来，小姐，老夫人不也上门来了，夸有情。步步官人厅上人来在啊！师傅拜见婆婆。哎呀，上对，师傅姑娘，哎，坐等啊！师傅姑娘，今朝侬回得娘家一路辛苦了，也好早点歇歇。哎，辰光不早，阿婆要下去困觉去了啊！师傅送婆婆，不要客气。阿玲。哎，陪我关这个门呀！这个陈香了那里想嘎切嘎巴子啥？老夫人，陈香。侬在那里想干干巴子啥？我是小姐，我是小姐。哎呦，小姐没有姑爷文个。来，侬到侬自家小房间里想。哎呦，我去困觉去了。我到伊拉小夫妻两家头为啥不和睦？原来这个毛病啊，出了丞相的身了。等我关这个门，上这个心。哎，阿玲啊，阿玲，姑娘个辛辛苦苦把侬讨出一房媳妇。可总指望呢，小夫妻两家头恩恩爱爱，和和睦睦。可是一年生了一个儿子，
老太婆是抱起个身子，那个啊这这么长嘎的，人家真老太太快去的。哎呀，王老夫人哎，侬手里抱这是啥人啊？那我阿玲个儿子老太婆个孙子啦！哎呀，王老夫人哎，侬孙子好不起啦，哪个孙子头皮圆圆，别中状元啦！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嘞！小菩萨，这儿子不生那个囡儿要养一个了。老太婆抱起个囡生，你看抖啊抖，抖啊抖，一抖抖么我家的，人家又看起来。哎呦，王老夫人哎，侬手里抱这是啥人啊？那我阿玲个囡，老太婆个囡孙啦！哎呦，王老夫人哎，侬真是好不起啦！那这叫先开花嘛后结子，来年一定抱孙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太婆想抱孙子个想昏头的，哎呦，伊拉小夫妻两个都我们动过吗？啥地方来抱个孙子了？哎，我不要讲，我去困觉起来。哎呦！啊！听得
他身上的单独单薄，他今夜起笔要随我人，不打字叫他去还情。那冤家子并不见好意，他反见小
为心怀，我还有什么不去的地？冤家谁是不理，那婆婆对我总是不错。家到王家，一将离离对到皮肤骨粗。想今日乃是我万有之际，来给为孙娘家母女团聚。谁知道是冤家，他不知道玩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远教而去，远教而归，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世界上哪有你？是路边呀草，他既这样对待我，我生病这冤家他东一条。
我出家之时，我母亲她非常的教导，要我到了王家要孝顺父母，敬老长寿。相信一天起婚了，我则不与他给一直为旁人之下，要骂我丢人，离你不罪，我要怪我的娘养女。爹娘啊，爹娘，你叫女儿这倒是一将女儿终身婿，是郎才女貌结乱家。这女令他这也好，他那也好，这女令他貌也好，他才也高。我是看不应声，心欢笑谈上东忙花烛。早日呀到，谁知道啊？进了王家是颠倒，夫妻之间情意少，我只出娘胎18载呀，这样的苦楚，我是谁不完了？
秀英醒了，醒了！官子，我来不及，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的。是啊，是我给的。好，这个好，上来与我。官子，你好好的心老爷，你将你的衣裳给我，爱我你是光明不能讲，我不当是别人去安家。见他生我人，将衣衫盖在他身牙上。谁知他不见好一番动怒，他又是骂来，又是打。这让我好伤了。对不住姑娘，什么事？关心我深冤啊我，哎呀不你不都讲他不心痛。亲家母啊，今朝是啥个风得侬吹过来的呀？我来看看我家女儿。哎，好个好个，我喊一天来啊！丞相，丞相，快叫小姐出堂！刘东家，是拜见伯伯。那娘来的，快上去接过礼哦。是。见过母亲。儿啊，罢了。为何不见言许？我喊一起来啊！我喊呀，阿玲，阿玲，母亲不知，那有母奶奶，快上去接过礼。拜见父母。小畜生，我将女儿许配于你，你称我一声岳母，
难道还怕我谁等不起吗？好比为上是夫人，不可伤人，真是有计谋，必有计谋。小畜生！我女儿嫁到王家，一无过错，你要还我一个道理？还你道理？当然见人死去啊！你尽管当着我的面骂他，谁敢要骂都有法。你滚！是你，母亲，母亲。自从你嫁到王家，被王有龄4次凌辱，今日被为娘亲眼所见，好不叫娘痛儿啊，王子在为娘委屈了吧？母亲，女儿怎会为娘委屈？叫别人知道，叫女儿自若做人。先生此次为娘我死于道理，丞相，你要好好扶持小弟好当桥。儿啊，你既不愿再为娘委屈，又为我要跪地不起你女儿，跪送母亲。儿啊，我为娘许出一封，叫你弟弟回来与那畜生领礼。母亲，弟弟好好在京为官，你千万不能惊动不好惊动我，不好惊动我。希望此次为娘死于道理。儿啊，母亲，我委屈了，母亲。
家门不应，子不孝，也闻人家弄得来七七八糟了。其他人到！他去！人家公啊，请来接礼，有礼，请坐。坐。不知道亲家公家到，有事问人，王不见挂啊。欢迎女儿出来好，我去喊出来啊！丞相，快点给交给我了。拜见姑姑，有种人那呀来着哦，快上去接公礼哦。拜见弟。哦，儿郎大了。为我不仅也是。哦，来了！阿里，母亲慌我何事啊？那有无来了？马上去接过来，儿子有道理，侬有道理，那娘不要赶到起的，快去！拜见大夫，口称大夫，礼是何甚？王有礼。好一个王有礼！正我当初爱你什么，谁将女儿许配于你？出嫁之时，
北家长烈，把银切粮，2年3道门，设立红章，还人家起修少王后，这样何等于你？难道连一声永不都叫不得？为官之人，权杖道断，岂必好心？今天你必须还我一个逃离！我力道理不能，你便等于为屈。待于委屈，难道我还养他不顾老吗？满是子养他顾老，是为立下好门，不忘不立，却不义也。你有些羞辱过来！好，背部是来。慢慢叫，姑娘个没开口，龙官动快。项目玉乃是上诉切记，岂用你要去解去，要赔解赔？今天你晚出逃离便罢，稍日晚不请逃离，呵呵，岂能上离？好。你死去，快来！秀丽，过来！小贱人！我做这种上路爬头之日，快进！慢！请家公，能为官之人，而是三种四杀，岂不想在家送子出家，送出家有来，龙将我走。来，我媳妇度娘嫁到我王家，有道有理嘛，有规有矩。就是有啥个事情做错，要是吹在我王家，扒在我王家，人不得弄脏，人不得弄脏。弟弟，弟弟。秀英自从嫁到王家，随到王玉林死的临终，希望弟弟未来与女儿生源结成。谁知道弟弟你开的马去见羞杀。弟弟呀弟弟，女儿到底以后是送托你送给十个明白，女儿就是死，也要死这个明白。你死去，快来！姑娘。这个是啥东西了？哎呀，伯伯，这是一种病书，病书啊！哎呦，媳妇娘哪有的想出来了？媳妇冤枉！哎呀，你们可真是替那个弄得挺伤心。夫人，此生之家可以代购。哎，代购，这下快去到自己眼目来。听家公啊，好歹别这个，好歹别这个，老七婆呀，这本人数个别子，咋个不懂，不懂，不懂。哎，老太婆快快都是发动了吗？听家公啊，侬快快到底动不动？有理，不宽笔记不动，你是上了人家的全套了。
请恕子家，难道不忠？你是下定不得？有尊！丞相，难道是你在篡政一心？老爷冤枉冤枉！丞相啊，侬胆子放大，有啥个事情由老夫人当代，啥个闲话啥个录，搞出来！老夫人，小姐出国那天，我明明看见白牛庄放在苏大内，我也不知道这只白牛庄是为了过夜这里的。阿玲啊，侬这只牛庄是啥地方来的？某天那天花不自意，而在房门口拾得的。房门口拾得的，这门是我关的，这多奇怪了。丞相，那天房里还有啥人啊？为省内部。来呀！说那省内部到此，不得疑惑。请顾大老爷，省内部，你可认识这只牛转或这封书信吗？老身不认识，不认识。哼！我问你认识不认识，比你问你知情不知情。这只牛转，老身认识的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诗吗？老身不知情，也不知情。大胆省内部一封平常书信，你为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外国人是不知情，我看你不打不早，来呀！送到死人！大老爷，我走！这都是国王有份他的旨意啊！可放心，只有他看中你家小姐。想不到老爷竟将小姐许配给王公子，因此他万在京叫我推着交际的白牛庄，对着金门之中酝酿王公子识得，好出咱这一代姻缘。哎呀，大老爷，这都是国王与老师的感情，来呀，将省内部带了下去。哎呀，大老爷，求你，别走你啊！大老爷，救我！秀英，你本是李家正主，恰住了王家草，为父心中死道教。为啥有长无短？no，二老心血，一单抛，一单抛。来呀，放刀为母亲，母亲。娘，叫说啥？娘不要侬交代。母亲，我做错了。从这个辰光，娘
黄门弄不讲嘛，四门弄不下。我今早一问人家弄得来七七八八了，弄得来叫娘啊，来不及在。母亲，我后悔呀！后悔？怎么有的悔嘞？母亲，娘。当初不听娘教训，惊动了不人不女人。娘啊娘，秀英啥月上无端啊，你叫儿真做人。大王娘亲来做主。送去儿娘的言语我句句听，母亲，从今以后听娘爱我。好，起来吧，母亲。阿玲啊，今年是大地之年，能光卡上进就取功名，啥子一官半职，哪有无面这样有个交代？你不美前辈个礼，我去还可以夫妻和睦啊！娘叫侬上进，侬气不气啊？父你。好的，那么快起，娃娃衣裳快起啊！母亲，娘子病重，不让母亲多照好哟。我晓得个，侬放心啊，洗好了啊，快洗快洗，洗吧。这桩事情多怪阿玲们，哎呀，是怪不得个呀。亲家，今朝我阿玲得中头名状元，一来托亲家之福，这还来嘛？也是我媳妇大娘的福气哟！大家之福，大家福，大家福，大家福。鸟领金库中状元，八本救命在红元，今两家正上堂堂坐，为什么不见娘子女传眷？母亲啊，娘子的病体可在于，拜望母亲去问根源。我快弄啊，还是来不及走。母亲，亲家母啊，跟哪个不见我媳妇大娘啊？带我唤她出来。哎，好个好个，丞相，
快唤小姐出堂，一请小姐来了。何不当下细心从，秀英一步到庭前，黄牛岭得意放银台，小莲把过去之事话云言，见堂上两家争当当悲愁，秀英暂且把礼见，拜见公婆的娘。好了，起来，一旁宽恕。是，娘子。我见娘子心欢喜，娘子见我生怒气，抬头再看我眼前，看见他背到东来，年少时当上大人，把我下眼眶，羞得我面红耳赤，把头低。怪我当初做事错，我只有手捧红光去背礼。娘子，请来见礼。想我与秀英私自做妻，恰比人人过连理。他若是因为亲近小姐，我理该称他一声小姐才是啊！小姐，小孙之相有礼了。呀！我真不懂，像我有令今朝的总督林长云，他不是上面夫人呀吗？我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对啊！夫人下官之相有礼了。夫人，我的夫人啊，全体需要家务院，请
且听岳林来相劝。当初宁娶你到我府，我本是新婚姻儿亲良缘，都只为朋友说情爱你，家道情疏贪肉尊，曾经插在我父亲，害得你我化作枝叶不断缘。见证到其中八路，他用情心机也枉然。此今之眉目下有风雨事，我与你夫妻从此再断缘。夫人啊，过去此事你莫再提。夫人，你快入关告来进封官，你不要么多一多女多相劝，害得我是多事多想多心酸。怪爹娘错先错去错配人，配了你这个半情为你没心宽。我一人好声好气好言问啊，你恰是恶言恶语恶太快。你不该不知不想不理睬，你为什么要满手满心满肉拉钻？我自闭呀，谁苦谁愁谁到瓦尽，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官。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你就该去娶一个美的美貌是美传娘子红冠碰得上手酸，离呀离得我两腿软。千万女去想劝他一点不肯为心转，被转身来少张宽，见大家随随做旁观。上如岳母老大人，我只有恳求岳母去送红冠。岳母，何事？岳母，起来，多谢岳母忍一下。是。秀英儿啊，弟弟，你莫见先人，莫见冤，且凭为父言相劝，先犯岳林为求你。难为他今日认错心转，你
看他龙门高挑的魁色，平地成来我心欢。你就该与他夫妻共团圆。弟弟，小婴儿啊，你曾是忘恩结不叫声弟弟，你听更远，京都离此路不远。家中之子你不孝到娘亲面前去问问看。那一日听见把婚台，气得你弟弟关张断，此情在眼前，弟弟还会替他来送梦话。女儿是我相见穿，使得我欲去难相劝。他受过虐龄千般苦，难怪女儿把我怨。也许要送公馆，你死去送，机遇不接，无不还。小姑，女儿总听娘的话，娘去劝她，定能为情转。上前恳求老岳母，岳母，上元退的为哪般？大人不见小人过，挽救岳母去送红官。岳母，起来，多谢岳母。岳母站在一边，是。小英儿啊，母亲。免得女儿听娘传，娘知女儿心中怨，要怪奴才顾文玉，他传统媒婆欺我端。到如今水落石出冤一命，也许是金榜题名中上元，嫌犯你最苦，金富贵你花去梦官呀，陪从母亲娘娘亲你何苦来相劝？娘娘，难道你千般之事都忘我？可记得我满月自己为娘家，他比我是谁叫儿去是谁就要转，可记得母亲你那时大
到王家，他尽管有母不教，把母还，可记得爸在你娘前将儿当，虽说女儿是无地尊，我受过虐龄多少气啊！啊娘啊娘，难道你一点不记怨？并非女儿心肠啊，此事不要你娘多管，她是多多丈夫儿多冤，管她偿冤不偿冤。娘哩，我去相传也无用，凤冠万里望上远。小母，小母。娘子，有母将春气不停，铁打心脏全不转。这叫虐龄是无好，玩具当当两年满，弟弟父子从前离不断，回乡修营我得困，如今他不肯接梦关，挽救弟弟去将全啊！小畜生，年少无知，发护短，往岁云长，读书卷，在家不听娘教训，演得贼不走了圈，为母不管家中事。要劝句你娘去劝。母亲，做啥？娘子不肯接凤冠，快忙母亲得去劝。母亲，阿玲啊，小度娘爷娘的闲话都不肯听在，阿婆的闲话你也是只会听过。做娘的杀气倒霉，母亲，你去相劝，娘子她一定会听的。母亲，杀气。去呀！不去，不要去呀！不去，保证不去，不去了自家不去。别把娘亲不肯去将劝，我总上愿意往传，就算一生空接他。我只有归山报了心娘。阿里个侬到啥地方去了？阿里个侬到啥地方上去？啊！和尚做不得个呀！和尚做不得个呀！和尚做不得个呀！刚好，我去倒倒煤块，都是母亲。母亲，哎呀，上头也不是。嘿嘿嘿，嘿嘿嘿嘿，
家生媳妇我啊给娘，新官娘哎呀宝贝娘，阿玲是我个寿星娘，媳妇大娘侬是我个寿贝娘，寿星寿贝都是娘。老太婆杀不得那两啊块肉，媳妇啊，侬心快快来去哦啊哦，免得媳妇来听不。阿玲从前太快弄，哪位今朝别再是来认错。侬可以回到西，哎呀回到东啊，谁苦都归得是红啊呼呼。媳妇侬三番不离，也是状元不做要去和尚做，这种就叫也是包了我夜里养媳妇去好进了个轻松步步的风光，高明夫人与农做为凭你们老婆，只好不陪你老婆啊媳妇侬是一两方正的一拉姑，佛爷多来么两也多，前头暗草是阿玲草，我步步带侬走不出。媳妇侬今朝夫妻哦，我一家团聚么落花好，媳妇侬啥不肯夫妻哦啊，我个问人家要这个竹林有山要大人，我王家后头要带下后，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我养什么你只为做什么？媳妇啊，侬马个人情几婆婆，手下公关夫妻媳妇婆婆啊，我不愿与他夫妻我情愿一座端堂来捧公一情愿一座端堂来捧啊公啊婆，真是我也为个好心拉母，终于为奶奶生我啊。母亲！哎，阿玲啊，侬啥要夫妻和睦呢？是比侬状元贵的气生啦！错！哎呀，母亲，哎，乃是天子门生，辛苦状元，怎可向娘子下跪？哎呦，啥个天子门生辛苦状元，个老婆都认不得公仔。去呀！不去！哎呀，去呀！不去！去呀！
请。哎，娘子，你到哪里去？闹，下官之相有礼了。